己关拼大水后，为引到大腿破住一笪低调，有3000架低进别，最令损失惨重，民众浪雨旁赶紧整理家园。屏东东流线中道以后会停驶看海上调整班次，恒春雨量已经超过250毫米，县长周春米呼吁注意天气。林志坚在做新竹市长的时阵，有领一只流浪狗来饲，也毋过最近煞互人发现这只狗仔又搁送回去动保所，市政府证实这项代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9中道新闻，我是麦松莹。先来关心的是，即马就是受到这西南气流的影响，南部上大雨是落出灾情。这气象署表示，这款无稳定的天气会一直到礼拜，也若这2日啦，这全台湾拢会落雨。苗栗以南爱注意大水雨，也若北部甲东部是乌阴落雨的天气。受到西南气流含风太外围环流的影响，南部落大雨，落出灾情，包括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拜二拢宣布停班停课。气象署拜二也继续针对嘉义以南5个县市，还有台东、平湖北部大水雨直报。南台湾的比较偏向是西南西的风场，所以它慢慢的开始北上之后呢，可能到今天晚上开始，整个西南台湾附近就会转为是纯粹西南风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届时，其实整个中南部的降雨会慢慢的有所增加哦。气象署表示，西南气流会一直影响到拜三，中南部也是会下大水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和中部的山区，可能会下超大水雨。因为北部和东北部是到西北雨，北部也有机会下大雨。30号之前，我们都还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特别是30号南部地区还是要慎防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不过到了31号之后呢，西南气流是减弱了，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要慎防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豪雨的一个降雨状况。气象署指出，拜四到礼拜西南气流减弱，但过苗栗以南也是有可能会落大雨或者是大水雨，其他地区是侪云或者是落西北雨。这礼拜天气较无稳定，提醒民众若是出门，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魏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对着这波大雨，咱要带大家来关心南部地区的灾情。先来关心的是这嘉义县的一寡所在，昨就落超过300毫米的雨量。今仔日当这雨旁，民众是赶紧来整理家园。因为伫咧嘉义的破厝有一笪低潮，是因为淹水，这业者无用咧抢救伫啊。在地正希望这政府会当重视这定淹水的问题。用基鼓甲人工的方式来造厝的底啊，趁着今仔日天气好，嘉义县破厝市市场的业者赶紧来救昨因为淹水造厝的底啊，但是也阁有3000多只的底啊伫水内底，损失超过10000万。他们现在就是救外围的猪只，可以赶快去救的部分，他们就先积极的先处理。所以目前大概知道他们大概已经先救了5、6排百头猪这样。除了嘉义县的破厝，昨淹水真严重的六卡乡六斗川，就趁今仔日的天气变好，水退啊，民众把握休假的时间做整理的工课。就昨8十户全部拢入水，阮即久水退，下早也水退，大家都是咧整理内底的家园，所以阮六卡乡到即久目前拢还无在调上班上课。每次都溃堤，然后我们每年都淹一次，然后每年的家当损失已经不计其数。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因为每一年这样子的情况下，真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扰。除了家园退水了后，整理即届落雨嘛，造成嘉义县有9600多户来停电。内电表示，趁今仔日的天气较好，已经有加派人员来抢修复电，希望方便民众进行灾后的整理工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这回这西南气流呢，伫咧台南后壁区嘛是共款变大雨，造成真侪所在这水拢消透袂离，车路已经真做是水路。今仔日这水呢是拢总提起啊，也毋过李了表示讲，其实呢这暗坎有较少，佮加上这青寮大排呢是真侪树枝拢塌掉咧，所以才会致使即届灾情遮尔严重。今仔日行政院长嘛落南来视察当地状况。一套大国军进驻后壁区青寮，出动兵力来遮摒扫清理家园，以备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台南落一场青公雨，水淹780公分悬，后壁真侪所在有影食力。后壁廖理长讲，这主要是含因遮3公户后边这条农用灌溉水沟的暗坎上细条有关联，造成水下袂离，佮加上附近青寮大排真侪树枝拢塌咧。大水漫出来，规个庄头才会淹得遮凄惨。这段遮大条，然后去到遐中搁细条，伊水济无法度出去，伊就已经溢出来啊。这边的水也落来，这边的水也落来，这个涵洞哦，伤细啦。
袂过的时阵，规个就积堆种，阮里人热来啊啦，徛过规个就拢开始一直淹水起来啊啦。啊，阮昨下遐食啦，就是遮这条已经拢甜。 拢一直溢出去。经过了解，高霹雳是水头，逐摆风台顶排水口枪在咧中起来。这回嘛，因为暗坎伤细，透袂赴落雨的速度，造成水一直去地势较低后壁里拍破20冬来无淹水的记录，在地民众拢心惊惊。另外，行政院长今日嘛专工落南去白河后壁来关心淹水的情形，甲排水系统的改善。嘛讲明年会个变经费来做防水设施。20冬已经拢很畅通，就是因为丹那斯台风。 那个事枝太多了啦，啊，所以说于是这一届吼，叫水灌来，所以讲太里水坑。过去像这种比较源头的，甚至比较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认为它可以自然去治洪的，我们再把它系统性的把它改善，退水能够越来越快。所以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又编了跨年度的1000亿的预算，要来做未来的几年来做。 在地变势即阵是趁雨芳，大家无因咧摒扫，因就希望风雨莫过来扰乱因的生活，通赶紧恢复原本的模样。气象署提醒，若这波雨水会持续到拜3，中南部地区民众也是爱提高警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再来看这高雄地区呢，昨暗开始规暝拢是雷公闪啊，这雨是落无歇。尤其高雄的山区呢，真侪所在拢有出现土石流，即马嘛有崩塌的警戒区域嘛已经愈来愈大。这高雄市政府昨下晡已经先予山区的民众有风性撤离，拢总撤离2000多人。今仔日全高雄市停班停课。 雨插到，雷公单甲隆隆叫，规个天死若死袂停。受到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对2暗时8点外开始，透暝大雨雷公闪呐。市府紧急成立大水灾害应变中心，当时宣布29停班停课。对下晡开始，就刷刷对山区做预防撤离，其中土石流警戒区拢总撤离2079人，大规模崩塌33人。市府也提醒大家注意防灾，千万唔通待机。带6龟、那马夏、甲仙、茂林、桃园5个区。 总共有77条的黄色警戒，9条的红色警戒，3个大规模崩塌区域。那预计在今天晚上要完成2079人的撤离。气象署预估，高雄平地甲山区的24点钟累积雨量会超过250到400毫米。卫生机关拢赶紧提出沙包、炸水泵来防灾。伫咧大众运输的部分，虽然也是有营运，不过因为停班停课，车帮的时间有调整。早起高雄的雨虽然无大，不过高雄气象站呼吁唔通待机，这是因为昨热地风比西南气流强，地属西南气流也搁卡伫咧高雄外海，也未真正入来。对下暗开始，无论山区也是平地，随时会上大雨。 随着西南气流逐渐又增强，强风轴、强对流又指向我们高雄、屏东地区，因此提醒民众今晚至明晨谨严防短延时的强降雨。气象站强调，因为雨也未入来，因此支持高雄山区的冷雨棚，民众会当趁机会，厝前厝后先顺的加强防灾准备。记者柯家族赵勇高雄场报道。 好，咱即马镜头搁落南来看屏东，今仔日同款是停班停课。东流线的即个船班呢，伫咧中昼以后也会来停驶，业者是讲会看海象来调整班次。也若山区的部分，这恒春的累积雨量已经超过250毫米。县长周春美今仔日透早去视察工程的时阵，是呼吁当地人都爱注意天气。 船啊，海来海去，风影无介好。这是旅客要对小琉球转去东港的船班，受到西南气流影响，东流线业者观察海上的状况，决定9点外最后一班对东港出发了后，11点20回头运送小琉球的旅客回来，就暂时停止载客。不过业者表示，佫会看天气来评估下晡的状况。风浪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会在10点以后。 因为为了安全，我们会先停止载运，明天全天停好。因为呢，我们顾虑到是山区大雨，它会把山上的漂流物很大量的冲刷到海面来。受到西南气流参特别和风台外围影响，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今仔日屏东规港会有大雨，或者是短时间下大雨。到早起10点半，气象署统计恒春山海甲车城点钟的雨量拢超过200毫米，恒春甚至有到250毫米。
烦恼雨量会导致灾情。屏东县政府嘛，伫昨暝暗时7点外宣布停班停课。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我们就接到水利署还有经济部次长的来电哦，就是通知我们要提早注意哦，就这2天的豪大雨，那就在7点过后，确定说这个雨量哦，降雨量会超过350毫米，让我们安全起见哈，而且大家要一起防灾安全，所以我们就决定了今天停止上班上课。自早起9点外，屏东雨量有较小，暂时无严重的灾情通报。屏东县长周春美今仔日前往视察屏东3座地洪池，关心工程进度。针对这阵啊持续落大雨的状况，县长嘛提醒民众要随时提高警觉，注意安全。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再来看这中国的河北最近嘛是同款落大雨做大水，伫北京呢已经有30个人死亡，而且嘛有人失踪。也那富平这个所在是1点钟落145毫米的这个雨量，有几啊千人已经撤离。另外，承德市附近一个庄头嘛有崩山的灾情，拢总有4个人死亡，8个人失踪。画面内底的民众虽然风救出来，不过也是真惊吓，边仔阁有车浸在水底，浮在地里。这个民众撩水过，想要把车救掉了，边仔阁有人要去到三江，不过情形是真危险。不了了，是飘过来的。车上有3个人，都是呼救了吧？当时车门还能少开点，窗户能开开。这是河北富平的街路，不过早就已经淹水，有的民众调伫遐，敢若会当等待救援。这个查某人伫电火条的边啊，但有人来到三江，才去地势较悬的所在。人家那冒着生命危险救我们，没有他们，我们就淹死了嘛。河北重灾区之一的富平，为7月中就开始落超磅的大水雨，2日转至7黑暝，一暗的雨量就达到315毫米，创下全市的纪录。而且1点钟捌达到145毫米，而且早起部分的所在累积的雨量超过540毫米，山区嘛发生土石流，已经有几啊千人疏开，车路甲桥拢受损，部分的庄仔头无通讯嘛无电。当局正在抢修甲安置受困的民众。也那承德市附近一个农村，因为落大水雨发生水崩山，有人不幸无命，有人失踪。另外，北京市的密云甲怀柔等等的所在是重灾区，当局为2日暗时开始，伫密云、怀柔甲延庆密集发布大水雨红色的警示，连续几啊天做大水甲土石流，已经夺走真侪条人命。北京差不多已经有8万人疏开，其中密云区就有差不多17000人。另外，前顶礼拜密云水库的入水量，就达到破纪录的1秒6550立方公尺，城市无通讯无电的超过1万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当局要做上摆的打算，赶紧把可能淹水的所在，甲遐的居民疏开。公视新闻吴文亮报道。来关心这台北捷运文湖线呢，今仔日早起上班时间是双向各样去，大致往动物园的这个方向有列车过境信息，所以规条线全安尼冻掉咧。直到要9点半的时阵才恢复通车。台北捷运是有会室的，也表示讲受到影响的民众会当申请退钱。这上班时间呢，外台的人是安尼吵，就算讲这列车开门嘛，无通好入去。旅客是互人要求离开，这现场乱吵。台北捷运文湖线大直往松山机场这段呢，是有一班车发生过境信息，车顶198位旅客只好换车，一直等到要9点半的时阵，全线才总算恢复通行。另外来关心的是，这中华的警方呢，最近是查到这乌道掌控的诈骗集团，伫机场有查到车手共犯。另外一案呢，是有车手摕18张卡片去到超市要来领钱，互民众发现才报案甲抓起来。这前后加起来，中法官今年6月，这诈骗的案件是受理680件，财损有2亿7千多万。哎，坐着没关系，这样可以。警察，我们是警察，证件在这边已经。警察来到桥上，当场压制香港籍诈欺车手，高赶去桃园机场将准备出境的共犯抓落来。中法官刑在今年7月侦办投资虚拟货币诈骗案，向顶面对手发现德联邦、世港成员为首的诈欺集团，逮捕11名嫌犯，查扣总计大约1600多万的泰达币，高级交叉甲绑散。查扣了7万颗的虚拟货币。4辆自小客车及法院裁定扣押房屋1处。来，你手不要抖，你证件标一下。过来。哦，你刚才领了多少钱？
中华分局是接到民众检举，伫超商提款机看到有人一直咧提款，迅速抓到早期车手伫车内闸口18张提款卡，43万擦拉钱，互警方以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干民民众对于持卡的目的及现金的来源都无法清楚交代，依诈欺罪嫌，已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来做一个侦办。另外，台湾银行中华分行也拄到80多岁姓陈的老人听信赖投资群组，拍算要汇款88万投资高级沉香，对方也个交代，手机也唔通摕互行员看。保持警员协报告调一了，就看出是网络诈骗。你讲这要买沉香哦？沉香啊，沉香足贵啊！你个沉香你还未摕到，你钱你都要回来啦。老翁对于诈骗集团高获利的诱惑下，一度坚持要汇款，保期远景。以实际案例予以说明诈骗的手法，耐心劝说约1个小时，老翁才恍然大悟。警方统计，彰化县今年6月受理诈骗案有680件，财损金额大概2.7亿元。呼吁民众协助打诈，只要提供线索，也是协助诈骗车手，经过警方裁定高保上下等处分，就会当得到1万的检举奖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彰化县埔盐最近有侪间宫庙的祭坛，互人破坏去，包括着这茯苓倒插，也是讲贡品的，互人母家乱抄抄，甚至就连这土地公庙的神尊嘛，互人甲刷毁去。这警方调监视器锁定一个嫌犯，抓到人侦讯了后，专案是以毁损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化埔盐顶礼拜2开始，向来一间宫庙的五爷祭坛小连续出现互人迫害情形。庙方讲，伫民间信仰内底，五爷有镇守地方、保平安的意思，想无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咱这五爷吼，代表咱庙的所派出的兵马安搭伫遐，所以讲这五爷讲迫害去，地方嘛足关心的啦。真侪乡亲咧发现就是伫咱即嘛各镇头庙。各甲头庙，还佫有土地公庙，土地公甲土地婆去用调换，还佫一寡针头即个野区野头这东来西北，这拢去用破坏，造成讲咱即马咱乡亲人心惶惶啊。警方调查指出，受到迫害宫庙有真武宫、大安宫、后天宫等6间宫庙。调附近的监视器锁定一位41岁姓陈的查甫人有真大嫌疑，伫27暗时抓到人。那警方受理报案后，积极调阅监视器，以掌握嫌疑人。巡逻时在顺泽宫面前发现陈姓嫌犯可疑徘徊，随即将其带班所侦办那后续这个陈嫌坦承这个连续毁损的犯行不讳那后续警方依这个连续毁损罪移请彰化地检侦办。警方表示，这位嫌犯精神状况无稳定，专案侦讯了后，依照毁损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嘛照行政规定，甲嫌犯强制送医。也若受迫害的庙方表示，会伫后礼拜5进前选日子重新安夜放兵。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这宜兰县内推动各中小营养午餐食免钱的政策到今呢，其实直直出现状况。这审计师是发现讲部分学校食材分装无写好清楚，也是讲甚至有这臭酸，也是讲这过期等等的问题。学校嘛无这稽查的记录，所以县政府是表示讲会请各校这营养午餐的秘书来做好管理，也那营养师也要好好辅导。学生中昼食饭，外界加重视食品安全。安哥宜兰县为推动各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了后，问题都真多。审计师调查就发现，部分学校分装食材无标示名字，甚至有变质过期，冷藏库温度超标这个缺点，甚至有学校2年无附稽查记录，自主管理无落实。请午餐秘书的部分食材送到学校以后，学校会进行验收。那依据我们相关标准流程来去做验收，验收完以后到食材登录平台的部分去做登录。这个不是宜兰营养午餐第一摆发生问题，县政府表示会请各校午餐秘书照顾告诉 SOP 做好管理，营养师也做好辅导。不过外界也是有记录，家庭团体对中昼等品质袂放心，因为县政府除了应该提高午餐经费、提高品质，也应该加强行政效能。费用的增加是，就像我刚刚讲，是一环之外，我觉得行政效能这个部分上面确实也是有很值得县府在这个部分上用心的地方。变成你要落实营养午餐，你不可能是透过一个没有人力成本的部分去做一个管理，因为这样子永远都是管理不好的。
教师职业工会认为，目前各校的午餐秘书拢是由行政人员甲老师兼任，不过管理营养午餐是专业工作，县政府应该补充营养师等专业人力。县政府表示，目前营养午餐每一个学生每顿费用是45块，未来是毋是提悬到50块，要搁评估。另外，各校午餐专业工作包含开菜单、营养教育等，拢有专业的营养师负责。老师甲行政人员该来做行政工作，未做专业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食安的问题来关心的是，台北市卫生局有来公布市面食品真菌毒素的这检验的结果，其中这新竹真情的番薯、福源的土豆酱，这黄壳毒素是超过标准的。医师提示讲，这黄壳毒素呢是致癌的物件，卫生局即马已经要求产品要落价限期改善，若无上届当是会当罚到300万。就是这个新竹销真好的番薯类，新竹福源土豆酱，也就是真侪名店上爱的名产之一。和台北市卫生局伫交流后超市抽检发现，黄壳毒素超标不合格。我的花生制造过程的东西可能有存放不当、太热啦，然后保存不到仓库，放它闷到啊，还有这种问题。我已经销毁。我觉得现在食安法规定那么明确。那既然不能有的东西你又出现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重罚。业者表示，这批无合格产品是今年4月制作，已经全部回收销毁。初步检判可能甲供应相关了，土豆品质异常有关系，也是运送规定保存无好势。台北市卫生局立备公布上新食品真菌毒素抽检结果，有抽检30件产品，其中有3件黄壳毒素超标，都包括新竹福源土豆粒土豆酱，另外还有中城路丰盛润饼的1级土豆粉，甲福冈街212行的土豆粉，已经要求业者随回收。我们已命贩售业者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呢，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动物科医师提醒，黄壳毒素主要是黄壳霉菌产生，若有肝毒性，长期食也可能有掉高的风险。黄曲毒素，它被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下面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说是1级致癌物，就是人类确定致癌物，长久吃到黄曲毒素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卫生局提醒，台湾气候高温淡湿，土豆甲因的制品5-50年，果子仁的食品，甲会受真菌毒素污染，所以提醒消费者选择信用好的店家买产品，开封了后也要量早食完，也是放冰箱低温保存，确保食品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最消息，咱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即马泰国甲柬埔寨呢，这边境冲突闹较大，这马来西亚总算出面来做公亲，和双方是同意对今仔日翻点过，就会无条件来停火。也那美国总统 Trump 是刊文讲，一定甲两边的头人通过电话，强调因的停火，就是因为美国有介入。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泰国代理总理蒲坦甲柬埔寨总理洪马内握手斗阵协商，象征泰柬两国的边境冲突结束。由当协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安排，泰柬两国带头人自8下晡伫吉隆坡郊区展开会谈。美国甲中国官员也参加会后，两国拢同意马上停火，意愿为至到饭点开始无条件停火。We hope that the solutions that Prime Minister Anwar just announced will set a condition for moving forward for our bilateral discussion to return to normalcies of the relationship. 洪马内指出，这场会议是爆发的衝突，互相防護30萬人失去家園。伊甲蒲坦攏伫記者會感謝馬來西亞、美國、中國參加調解。Why continu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nd the life of our people? We agree to a ceasefire with assurance measures that it will be carried out successfully in good faith by both sides. 停火成效了后，泰柬军事指挥官自到早起7點舉行非正式會議，重新建立聯絡。8月7日，當協輪值主席國也要開駐外武官會議，暗過將貼文赴泰柬邊境大門前，1萬5千人穿過邊境回國，雙方民眾對停火攏真歡喜，暗過煩惱恐驚也有變數。ก็ไม่ดีใจก็อยากให้หยุดยิงแต่ว่า
เขาต้องยอมถ้าเขาไม่ยอมเราก็จะสู้ จะมือเอคันเอเมื่อกี้อายุนี่ก็แพ้เอก็มันเต้นเงินเต่าเตะแพ้จีคันเอมุ้ยก็แต่ถ้าเอาสงัดเงียบสั้นกูเอาจีบังสั้นถ้ายิงเต่าเป็นปัญหาเด็กๆป้า美国总统川普伫宣布停会了后，透过社群平台表示，停会是因为伊的间接调停已经支持贸易团队重启贸易谈判。中国外交部呼吁双方透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早日恢复边境地区稳定。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讲到这国际冲突来看，另外一边俄乌战争拍到当时还未收煞。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真无耐心伊讲呢，要甲这停火协议的期限对进前50天，甲缩短到10天至12天左右。若准这两国呢无照时照例来停火，安尼就会对罗西亚来定出刺激的关税。也毋过乌克兰民众大多数对谈判是真怀疑的。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伫苏格兰甲英国首相斯凯尔会面的时表示，进前予罗西亚50日的期限，甲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即卖会设定新的期限是10至12日。Yeah, I'd say 10 to 12 days. I'll announce it probably tonight or tomorrow. But there's no reason to wait. If you know what the answer is going to be, why wait? And it would be sanctions and maybe tariffs, secondary tariffs. You know what a secondary tariff is? 川普也同斯凯尔宾表示，对罗西亚总统普廷感觉失望。不过，记者透露，敢是感觉普廷伫咧欺骗，只强调本来要实现停火甚至和平。不过，飞弹突然阁飞向基辅甲其他所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川普的施压乐观其成，佮批评俄国当尽全力破坏和平、延长战争。І ми неодноразово говорили, і всі партнери це знають, що санкції – це ключовий елемент. Росія зважає на санкції, зважає на такі втрати. Мир завдяки силі можливий. 泽伦斯基阁指出，表态愿意甲川普同齐推动结束战争，也毋过有乌克兰的民众无奈表示，已经听过2至5至10日甚至100日结束战争的讲法，这拢只是政客所发表无意义的言论。Путін, як завжди, щось вигадає, щось пообіцяє. Та Трамп повірить хорошому хлопцю. У них буде дуже гарна розмова. І відразу через годину полетять на нас ракети. Це вже алгоритм. Я не знаю, що повинно статися, щоб цей алгоритм був зламаний. 川普进前表示，伊会针对美籍油等罗西亚出口商品的国家实施刺激制裁，恐也会影响印度甲中国这两个主要贸易协盘。川普把几摆威胁，对罗西亚施加经济制裁，不过一直拢无实施，希望保留谈判的空间。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泰国的首都曼谷这个所在呢，昨发生枪击案，是有一个人夜枪去超市，甲4个保全甲一个犯人的大死了后，是开枪来自杀。救护人员咧为这倒落去的人急救，根据警方甲急救人员的讲法，这伤者最后也是救无倒来。日被中昼左右，伫奥克多市场发生枪击案，真济市场的保全人员甲一个打犯遭到射杀身亡，凶手了后也夜枪自尽。เสื้อสีดำใส่หมวกแก๊ปอะค่ะก็กำลังใช้ปืนยิงอยู่เขาก็ยิงหลายนัดเลยค่ะยิงรัวเขามีครอบครัวกันหมดทุกคนสงสารทุกคนแล้วเรารู้จักกันด้วย泰国警方指出，这枪击案甲最近泰港边境冲突无直接关系。被枪杀身亡保全人员甲凶手不是共一间保全公司同事，初步判断凶手犯动机甲工作纠纷或者是私人因犯有关系。这案件震惊曼谷社会，因为市场是观光客常常去的地点。目前已经知影无观光客因为这枪击案受伤。在泰国穿暴力甲负枪的情形常常看到。2003年10月，一个14岁少年在曼谷市中心一间豪华购物中心，用改造枪无差别杀人，2死5伤。2021年，一个遭到改制的泰国军警提枪甲刀攻击公共托儿中心，造成36人死亡，其中22个是囡仔。公司新闻黄慧玲报道。来关心咱台湾国内政治消息，这是那边也推动普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提出复期是7月31日到期。即马丰城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考虑到8月23的时阵，也阁有7个国民党的立委罢免案，也阁有核三厂的公投案，所以可能无要提出复期。也毋过行政院到呾是还未证实。7日了罢免，了全部拢无成功。外界解套，那被合力伫咧推测的普发现金1万块，也是影响成败的原因之一。
这么行政院对破发现金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是这个月30日。同讲行政院长杜英泰考虑823抑个第二波即回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抑个重启核三的公投，决定未提出复议案。院长补发现金，政院决定不复议了吗？杜英泰早起到南部勘灾无去做回应，不过有行政院人士强调，一直抑个伫咧研究，联动所落来是毋是要申请实现加编预算，这嘛拢抑未定案。不过国民党团已经表态。立法院延长会期就是要处理复议案，行政院若提出复议案，一定反决到底。我们乐于见到，行政院现在不提出复议，然后愿意苦民所苦，跟人民站在一起，也等于落实了在野党我们当时极力主张跟争取通过的法案。那事实上，很多民众在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都非常强调，有些比较经济弱势的民众，他可能在现阶段是需要这样的一笔现金的支持，那行政院看起来也并没有否认这样的需求。对在野希望政府顺势莫违背民意，另野立委态度也放冷，讲行政院若提复议，可能会互民众误会政府反对支持经济弱势民众。不过这么破发现金并无排付条款，建议朝野伫立法院详细讨论了，结果重新立法推测政策。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湾关税税率单要被公布，面对呢这国际局势，东元电机的董事长李明显是指出讲，这企业界都要会晓寻求，才通快速来应变。也那随其供电的董事长是强调讲，都要掌握到这供应链的优势，也有企业价值，才通教人来请拼。美国对顶关税8月初大限特别接近，台湾关税税率也要出来，不过包含美中贸易战、川普2.0、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台湾企业伫一波一波的国际风暴内底向前行，贸易壁垒改变供应链的布局。经过70年的老店东元电机，同款也要面对国际化的挑战。我想，除了就是说移转定价。还有生产基地的一些改变，或者是跟 buyer 之间的一些协商，这些都有啊。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根据前几年经济部长去调研发现，就是说其实厂商担心的可能是汇率远大过于关税。东元电机董事长李明显认为，企业上重要是有韧性，用真紧中间应变反弹也是关键。危机内底也有新的机会，由第一代接班的培工模组大公司随即供电，抢先一步伫全球布局，用大量并购的方式，第一时间低成本提高高质量技术甲人才分散风险。觉得追根究底还是企业供应链的竞争力。如果我们有一些是终端客户，或者是我们下游客户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个在我们在谈论在这些成本分担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筹码跟 bargain power。真侪亚洲企业目前面临接班甲国际化的相挺压力。无到40岁，随其供电董事长洪秀超认为，企业整合自身无可取代价值，有定调整供应链，才能伫变动内底找到竞争的条件，面对关税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非政府甲咱2大的驻外代表处呢改名搁降级，即马咱外交部已经证实这项消息啦。也毋过南非到当时拢无甲咱来协商，目前2个这代表处呢要是正常咧运作，当咧甲相关的部会来研究讲要限制晶片出口去南非。南非外交部进行伫无甲咱协商的情形之下，伫政府公布发布，大方面将咱南非2个驻处改名甲降等。咱外交部马上表达严正抗议，指口证实南非到即马还未甲咱协商，目前2个驻处依然正常运作，也批评南非行为粗暴，已经甲相关部会研议限制晶片出口南非来反制。外交部基于维护主权及国家尊严立场，我们现在与相关部会研议反制措施。包括限制晶片输往南非，我们严正呼吁南非政府尽速与我磋商。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非洲小组主席史密斯第一时间也为台湾发声，强调任何单方面违反1997年双边协议的企图甲改变现状的举动，拢是无法度接受的，呼吁南非唔通扩张中共压力。It is my hope that Taiwan and South Africa can return to the status quo, which was legally binding by their agreement, and that they reject any pressur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美国抗议表示，中国继续是压国立台湾，鼓励所有国家扩大甲台湾接触。学者分析，虽然南非为去年4月开始就动作真济，不过即马依然无强硬要求咱的自处搬走。不过短期2个月问题真歹解决，美方行政部门若愿意实际协助，可能会是关键。这个行政部门愿意用什么样多大的力道跟资源去投入，然后去说服这个南非政府，我觉得这是真正最重要的关键。学者认为，咱甲南非局势应反映美中伫地缘政治的变场，不过美中无力竞争要合作，未来安怎伫咱甲南非议题顶悬交锋，依然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这医护人员卡手是真欠，台大病院工会监医分会呢，今仔日特别开记者会，讲这病院呢，当年这卡手拢无够，所以工作的这负担是真大，而且加班费要申请，阁受到刁难。都护理师伫咧5档以来呢，已经累积10万块的加班费，阁安尼互人甲抬掉。卫福部长邱泰源是回应讲，这病院袂当欠任何基层的加班费，已经要求好好啊处理。5年减半，拒绝恶意刁难。大声喊口号，手举标语。台大病院工会监医分会代表10外个人，29早起还咧落雨，去台大病院监医中心分院门口召开记者会，控诉病院长久以来欠人拢补无够业，历史第一线临床的人员业务真重，甚至对所补加班费去用刁难，互临床的人员伫经济甲精神受到相当的打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他大概被删了接近300个小时啊！换算来说，这5年，他10万块的加班费就这样没了。工会表示，台大监医基层的人员最近根据院方的公告，办理对所补5年加班费的作业的时阵，所扣病院这边甲申报的时数太掉，亲像交班、医在点班、协助急救或者是困难放针等等临床的业务，本来就袂有签名或者是等院的记录。不过病院这边煞是硬甲时数太掉。而且人力无够，致使排班困难，医护人员一个一个离职的情形无解决，罢免会影响民众就医的权益。希望就是医的高层能够再进一步重视人力的短缺、薪资的问题、结构问题、加班的费用的给予。公立医院就需要一个制度，它是政府的预算。院长有表示，绝对不会欠员工任何1毛追溯的加班费。工会呼吁台大监医对所补5年加班费的代志，袂使甲员工刁难，而且要甲工会展开协商。现在目前劳动检查的制度，劳动部应该改善好较周知，卫福部嘛应该清点检讨临床稳定工时违法的情形。现在台大监医这边到记者截稿为止，拢也无相关的回应。记者总。林志坚伫咧做新竹市长的时阵，有去领一只狗仔来饲，而且呢，佮宣布这只号做种种的狗仔，就是新竹的饲狗。也毋过最近呢，所有人发现这只种种又搁倒转去动保所，这是引起社会真大的讨论。即马新竹市府已经有证实这项代志，伊嘛讲目前这只种种是由志刚来照顾。我是宗宗，宿舍编号 B003。这是英国新的市府帮种种翕的影片，后来种种搁伫2020年从市长林志坚时期来到市府担任市狗，无想到种种煞互人发现疑似弃养，又搁转来到收容所等待领养。民众认为，从市府那当领养以后搁弃养，不便讲根本只是利用狗来当作宣传的工具。是很不应该啦，对啊，因为你既然不能只把狗当成宣传的工具了，对啊，既然过来试捕了，然后他又那么老了，已经13岁了，就应该好好的安顿他。毕竟狗是一条生命哈，你既然跟他认养过来，利用完了以后又塞回去给动保所，老了，真的是很可怜啊。对此，市府证实，2021年种种就互将市府送转来到动物收容所，经过志刚照顾了后，目前种种已经13岁，健康状况真好，也开放民众领养。种种是2018年进入到动物收容所，那2020年的时候短暂到市府一段时间之后，在2021年再次回到动物收容所。那种种在动物收容所的这段期间，由保育员以及志工悉心的照顾之下，虽然他现在已经超过13岁，不过动物的精神状况以及活力都还十分正常。也欢迎有意愿认养种种以及其他毛小孩的民众们踊跃来动物收容所认养。动保所指出，
总统过去是市府代表，带登去市府市，唔是由个人领用。一般的民众领用了后，是袂当搁退回动保所，所以民众领用进前一定要确定家己敢有照顾的能力，也希望大家以领用来代替买卖。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原本风声讲，咱的总统赖清德伫今年8月时阵会过境美国，去到巴拉圭、瓜地马拉、甲贝里斯来访问。也毋过总统府所表示讲，即马因为南部的洪灾，所以目前无即款安排。那英国媒体是讲呢，即座访问其实有中国出面咧反对，互川普政府拒绝赖总统的过境行程。政经团讲，总统赖清德8月要出国访问，过境美国去巴拉圭、瓜地马拉、甲贝里斯等友邦。不过总统府立备讲，因为最近南部洪灾，所以总统伫最近暂时无安排。但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赖总统会取消行程，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华府抗议，和宣布拒绝赖总统过境美国纽约的申请。对此，美国联邦众议员佩洛西伫 FB 破文，讲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美国伫台湾问题会让被霸凌到点点。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的整个国安跟外交的团队，事前的资讯是不是掌握不足？实际上和过去一样，总统出访的行程在定案之后，都会由总统府适时的对外公布及说明。而考量到近日我国南部风灾灾后的复原工作，以及目前对美国等对等关税谈判的进行等等。也还有相关的国际情势，总统近期暂无海外访问的安排，更没有所谓延期、取消或者美方不同意过境的情形。因若国内政局七日了罢免25案全部拢无过，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武祥为秘书长林佑昌请辞，讲总统赖清德应该是党主席，展现专心治国的态度，也建议行政院长杜英泰团队总时改组。伊也讲，立法院总调关建明甲社会脱节，应该随请辞。虽然事后是删文，强调民进党若是无赶紧改，会失去更加侪人的支持。不过伫这边罢免投票，方面去花莲操盘协助罢团的民进党组织部主任张志豪讲，民进党的团结也退出港派系永远会。民进党常常就是大家不吐不快。那吐了之后呢，也改得很快，但是这就是民进党的文化。这段时间真的子弹会很多，我们要挺住，我们要扛住。吴思瑶强调，民进党一样是包容无同的声音，会当理解大家拢有情绪。因若党内派系政国会甲永延会也透过声明讲，因为国家面对内外的挑战，会继续挺赖独的体制。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来看，一个犯强盗案的男性江玉贤，伫新竹坐监的时阵，因为破病，通好保外就医，也毋过伊人煞偷偷走去。顶个月，搁伫咧桃园继续来犯案。即马新竹家甲甲地检署是受人质疑拢放外。那地检署呢表示讲，其实有照程序咧处理。新竹家甲是回应讲，已经全面来检讨改善。顶个月伫咧桃园龟山的汽车旅馆，连续2天发生2件性侵甲强盗的案件。警方接到报案，锁定涉案的查甫人江玉贤。结果一个查落，发现伊是因为破病，获批准保外就医的党刑犯。女生的朋友一直都没有等到他，然后赶快就是请我们协助，那我们就跟着我们防护人员一起上楼查看，那发现他有被捆绑，避免他的下肢瘫痪所以我们就会承包保外医治，然后他就获准，然后11月4号的时候就保外。然后进行开刀手术，跟一系列的抗生素的疗程跟复健。本地爱伫新竹监狱服刑的受刑人，煞会当拍走。江玉贤因为犯强盗顶罪，被判19年8个月。1813年11月份，获批准保外就医的时阵，伊的刑期还阁剩4年6个月。后来因为身体有较改善，监狱这边发文通知伊6月初3去地检署报到。不过落尾手伊煞无倒来监狱，含且新竹地检署以权责传唤。躯体或者是通缉，想袂到6月21甲22，伊搁一届犯刑案。22暗时去桃园警方抓起来，不只个新竹监狱甲新竹地检署嘛去互质疑，讲受刑人伫咧逃亡了后，并无积极的作为，造成2个查某人无辜受害。对于他不知道珍惜国家给他这种医疗照顾的机会而且没有悔悟的跟自重的一个他那个心态再犯我们觉得很谴责他。针对党刑犯无按规定登去监狱，甚至阁牵涉刑案，新竹监狱表示遗憾，嘛讲会全面检讨，改善保外就医监督甲管理，
落实相关动态防诈的机制，加强掌握保外就医犯人伫外口的情形，而且即时处理，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受到低气压甲西南风的影响呢，云林水拿涨势累积雨量已经超过400毫米，有超过10挂的庄头拢传出淹水的灾情。今仔日早起呢，当地人是无用咧清理家园，也毋过也是烦恼刷落来，这落大雨又搁再淹水啊。居民无形将氧气足水断掉。云林水林乡上北村一个三合院，礼拜早起因为短时间中间雨造成淹水超过50公分高，一直到礼拜下昼3点外水才退去。即马居民烦恼，若继续落雨，佮淹水，只好先贴管加固预防。拢搭沙去你文章顶安尼。哦，腰管啊。嘿啦，啊，就拢淹到伊落啊，会淹着大概咧汤水啊，甲沙去你顶啊，甲。嘿啊，这工作无来请这头我大汤。来到另外一个村汉之厝，民众也是用抽水机，才顺利将水排出，也是只会当暂时将厝内的物件拢贴管。啊，我豆豆清啊无咧，你看话拢垫高，会当关垫高，后袂放进去看。礼拜中间雨造成云林水林乡一日累积雨量超过400毫米，全乡超过12村传出淹水灾害，其中以上北村、上中村甲上西村灾情较严重。啊，伫咧这个甲口湖连接这段吼，因为口湖迄边是海水，啊，但是阮遮拢是做农牧的，无养殖专区，所以阮这边吼，那假设甲口湖这边中若无做一个水门动态，因遐涨潮的时阵海水倒灌，导致阮乡内会有淹水的问题。水林乡公所表示，即摆强降雨造成乡内大约有20户的独居老人受灾，好在在透过紧急安置甲送餐服务。也毋过影响未来气候变迁，希望相关部会会当解决矫正大排系统无法度负担强降雨排水等问题，避免淹水状况阁继续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史馆台湾文化馆呢，是举办一个咱的老台湾古早台湾民俗文物特展。这馆长梁志忠是用黑白电视，也有吸盘等等来布置，起造古早味的情景，让民众会当感受到过去的生活美学。用吸盘机放老歌，互人感觉回到1960年代同款。客厅内底阁有黑白电视机、甲留声机等等，这是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目前当咧馆内举办的咱的老台湾古早台湾民俗文物特展。当中嘛有展出民国38年电费的收据，呈现4万外1块钱补去的迄个年代。南投故事馆馆长梁志忠讲，希望互大家了解先民的困苦，定数即马富足的生活。我这嘛有展这个4万外1块的迄个年代吼，尤其是迄个收据哦电费，对4月开始到6月吼，差20几倍。即届特展的情景布置，阁包括1940到1980年代流行的约会地点评估式，以及日本时期引进由药商业部到家庭会上药品的假药包文化。另外嘛有红明床、早年碗盘、红仔册等早期的文物，互参观民众拢感觉真新熟。上大包迄个黑骨扫，画虾啊、佮乌龟，啊摕一个扫帚，啊就互人知影是。食黑骨烧药啊！看了这台，感觉就有怀念的感觉。小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常带我去串冰店吃串冰。这届特展拢总有36个主题，而且主办单位嘛有放 QR code， 互参观民众只要用手机扫一个，就会当听导览介绍。文献馆讲，登记到12月中，邀请民众去感受早期台湾人的生活。记者邢欣怡南投报道。日本东京这土地是真贵，伫咧1970年代是流行一款一间差不多3坪的一个哪像是鸟仔间的厝。也那这几冬因为这厝旧啊，所以开始咧拆。最近有部分是搬去到美国的纽约来展览。阿爸型的房间内有眠床、浴间啊、对外的窗，甲电话收音机、吸盘播放设备。这间虽然是刷设备齐全的主体，就是日本东京代表性建筑中银加隆塔。1960年代，当时日本建筑师、设计师联手推行的大社运动事件，建筑师吴传基中设计出这座由170个加隆互相嵌合而成的主体了后，1970年开始动工兴建，搁伫1972年完工了后启用。
The Nakagin Capsule Tower is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of metabolist architecture, an architectural movement that started in 1960 in Japan and viewed architecture, buildings, and cities as living organisms that could grow and evolve and change over time. 只是随着使用年限，这个加农主体开始出现漏水，后期现象虽然真侪处置支持中建，不过最后跳图公司伫经济衰微的时期破产造成无严重建。卖伫建筑中有15间加农网的前处置坚定达志，也加做建筑保护甲修复的核心成员之一。一直到2022年4月，中间加农塔因为旧话未堪使用，开始进行拆除，保留14个加农了后，开始允许各地博物馆展出，协助外籍人士了解日本的建筑历史。其中一间编号 A1305号的加农房，就送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What we see is this miniaturized living interior or an inhabitable capsule that is about 100 square feet large. And it was intended for people to be able to spend the night in Tokyo, especially if they were workers or salarymen. 因为加农房的用途一直演进，嘛加做学生宿舍、图书馆，甚至对接房。这场展览有计会继续到明年的7月中旬，让参观的人好好体验加农塔的多重生命。公司新闻单时同编译。来关心下半部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1度，中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27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2度。然后外岛地区28度到31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